拿讲拿学。喂，电话咧，喂，电话咧，喂，电话，阿飞哥，那个叫你电话，你敲我电话，我无接电话来咧，啥个事？哎呦，我再袂记牙电话。小平，你逐工袂记牙这项，袂记牙嗰项的，我看总有一天你连你的头脑袂记牙出来。是啦，你讲，你第几摆袂记电话了？我建议你吼，下摆吼你电话吼绑在你耳夹边这边，包你也袂记啦。哦，你两个是啥物幸灾乐祸时候这阵？哎呀！哎，做咩我告变到我囝做嘢本诶？小平啊，连安尼的代志你本来发生啊，我实在是要甲你拜咯。我看你人唔是讲真老咧，我看你吼目睭花花啊，把我当作是菜龟哦。sorry，我甲你讲，目睭花花，把我看做菜龟，啊，这个咧就是讲迄菜龟真好食。无啦，歹势。目睭花花，把我看做菜龟咧，讲的咧是一个人吼，目睭无清无楚看物件啦，啊，逐工无头无神啦，做什么代志哦，目睭无看清楚，就乱做决定啦，是非黑白拢分袂清，所以讲好人看做是歹人，啊，歹人当作是好人，安尼哦就无好啦。做人第一重要爱清楚，像甲我安尼聪明伶俐又可爱。我甲你讲，你袂晓，我甲你讲，你会晓，我本来来甲你讲。啥？无聊的。又无记什么物件了？又袂记什么物件了？有啦，我叫电话来啦。有记啊！什么？我电话要变到这玩具电话诶？哦，烦，小平啊，你啊，唔是头脑有问题啊，你是老人痴呆症哦。